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冲啊！就痛的啦。乐乐，爱准备食饭咯。总算会当休困啦。你可袂歹啦，我说要叮当啊。是要安怎？阿姊，我的钓鱼佚佗米敢若袂当洗啊！我无想要耍啊，我敢会当买新的佚佗米啊！我想要一只恐龙。乐乐，小等一下，我可以当陪你佚佗呢，莫甲我单调啦。不过袂当洗啊呢。你敢会当带我去找佚佗米银行的佚佗米医生？佚佗米银行，阁有佚佗米医生，迄是倒位？乐乐，我带你去看卖咧。带你的佚佗米来找我。乐乐，咱到了。佚佗米银行，哇！佚佗米医生敢就是大只？迄是啥物声？内底哪会只啊？足恐怖Hello， 请问你要找啥咧？你好，我是乐乐，你敢是佚佗米医生？我的钓鱼佚佗米歹去啊，伊叫我来找佚佗米医生。乐乐你好，我是彭果老师。你的钓鱼佚佗米真巧呢，知影阮有佚佗米医生，佚佗米医生是专门咧修理歹去的佚佗米，只要经过因的手，所有的佚佗米拢甲新的同款。不过伊即马无伫咧呢。伊无伫咧哦，安尼我敢会使等伊转来？当然嘛会使。对啊，彭果老师，听讲这是佚佗米银行，我敢会使甲我的佚佗米摕来这捡起来？阮的佚佗米银行袂当欠佚佗米哦，阮是专门收集大家无需要的佚佗米，甲这佚佗米重新整理了后，替因找到新的主人甲新厝。乐乐，你敢嘛有无要耍的佚佗米？阮厝内有一台细汉时阵咧耍的车，我即马大汉无咧耍啊。你敢确定无要耍啊？若是你确定，欢迎你送来佚佗米银行哦。安尼无要耍的佚佗米送来恁遮了后，恁会创啥？阮收到这佚佗米了后，就会开始整理。行，我带你做伙去看卖。乐乐，就是这哦。哇，足侪佚佗米的呢！因拢伫哪内底？阁有桌顶嘛四界拢是佚佗米呢。对啊，乐乐，你即马看到所有的佚佗米，拢是大家无需要、无要耍的佚佗米哦。竟然有这么多！对啊，阮佚佗米银行一年就回收超过3万公斤的量，等于8只大枪这么重哦。安尼这是安怎有这济拿咧？这个拿是用内底无同类型的佚佗米啊。你看，像这有机器人、有动物，阁有细只车。安尼这回收回来佚佗米啊，爱先分类清洁，阁爱修复，安尼才会当阁甲咱做伙出去，甲大家做伙佚佗。咱回收回来的佚佗米啊，头一步就是爱先分类，因为每一个佚佗米的清洁方式无同款。亲像这个是恐龙，就要替我放伫恐龙的篮内底；这个是收银机，就要替我放去收银机的篮内底哦。安尼生，咱才会当清紧找到每一项佚佗米。阁有飞行机较准呢！原来是安尼，我的佚佗米拢无分类，不管有时阵想要耍会找无。这有一个佚佗米破去啊！有影呢。像这种破去的佚佗米，阮无要回收，爱替我放去歹去的佚佗米这边，安尼其他完整的佚佗米就会使放伫对应的篮内底哦。真好的呢，我嘛来斗相共，我是小志工乐乐。这有一本大纸簿啊！像这款大纸簿啊，毋是佚佗米，阮嘛是无要回收哦。我来考乐乐甲小朋友看卖，恁敢知影这3项物件，倒一个毋是佚佗米啊？1. 擦贴啊，2. 加刀，3. 黏土。答案是2. 加刀。加刀是文具用品，毋是佚佗米哦。安尼鉛笔甲彩色笔嘛是文具，毋是佚佗米啊？无毋对，乐乐已经学会晓分类啊。阁有这咧，
这个高山啊，保安啊，足够水的。这个保安啊，足够水的无毋对，也毋过啊，因为伊顶头较会有土粉屑甲细菌，较无好清，所以佚佗物银行无回收哦。用清气，感觉爱替佚佗物啊洗身躯。对啊，露露真巧哦。阮分类好势的佚佗物啊，就要来开始清洁甲消毒，安尼才会当互佚佗物啊甲新的共款。欢啦，冲冲澡，白泡泡，旋冲掉，欢啦欢啦，冲冲澡，干干净净美洗完身躯真爽快。露露伫厝内嘛会使家己清洁佚佗物啊，互因变较清气，嘛会使耍较久哦。我知啊，这个歹去的佚佗物啊，敢嘛爱先消毒洗好清气。哦，若是歹去的佚佗物啊，咱会当请佚佗物医生替咱修理，也是去找看卖，敢有欠缺零件。像你的钓鱼佚佗物，咱会当等佚佗物医生转来时阵，再搁请伊替咱看卖哦。医生啊，救我哦！对啊，彭果老师，安尼遮穿好势的佚佗物啊，佫会去倒位咧？互我带你做伙去看卖。哇，这台车足大的！对啊，这是阮的佚佗车。阮的佚佗车会上山落海，到逐个偏乡去。早拄啊，才整理好势的佚佗物啊，甲大朋友、小朋友做伙耍。哇，遮侪人做伙耍佚佗物，足欢喜的。我等去嘛要整理已经无要耍的佚佗物啊，甲大家做伙分享。哇，露露真赞呢，佫会晓甲其他的人做伙分享佚佗物啊。这个阿嬷哪会嘛咧耍佚佗物啊？小朋友，恁感觉几岁的人会当耍佚佗物啊咧？1、5岁；2、99岁；3、毋管几岁拢会使。答案是3，毋管几岁的人拢会使耍佚佗物哦。亲像我上介意耍办公会啊。阿嬷有时阵嘛会甲我做伙耍我的佚佗物啊，阮嘛会做伙办公会啊，而且耍甲足欢喜的。对啊，所以小朋友伫厝里会当甲阿爸、阿母、阿公、阿嬷做伙耍佚佗物啊，做伙分享佚佗物哦。好，彭果老师，我敢会使耍遮整理好的佚佗物啊？当然好啊，我带你去阮的秘密基地耍自窟。哇，咱到啊！这是耍自窟，你即摆看到所有的佚佗物啊，拢是经过整理清洁的二手佚佗物哦。哇，这佚佗物啊，拢甲新的共款。遐有一只大恐龙，阁有一个球池呢。露露，你看，这个是阮耍自窟的定冠之宝，伊叫西亚两只座。你若有来到耍自窟，会记你一定要来饲食叉球哦。我要玩玩看。这个球足神奇的，是安怎这个球是插头做的？露露，你敢知？其实啦，插头佚佗物啊，比塑胶的佚佗物啊，还阁较环保哦。伊较安全，嘛较无毒。亲像有一寡不良的生理人，可能会伫塑胶佚佗物内底掺有毒的物质，安尼小朋友耍久有可能会破病哦。哪会遮尔歹，害人破病？对啊，而且你看，插头的佚佗物啊，耍久了后会变甲较无共款，较水哦。不过，彭果老师是要安怎知影我的佚佗物啊敢有毒咧？我敢会使摕互你检查？毋免遮麻烦啦，只要伫你拣佚佗物的时阵，找看卖佚佗物的身躯顶敢有即个标志，也是即个大纸，拢是安全佚佗物的认证标章哦。只要有即个大纸，就代表伊是安全的佚佗物，会当放心耍。安全佚佗物标志。我知啊。会当放心甲阮佚佗。耍自窟要关门咯，请阿爸阿母带小朋友收佚佗物培养收佚佗物的好习惯哦。哪会安尼？我才来一时啊，尔。露露莫艰苦啦，他拄下佚佗物医生已经甲你派去的佚佗物修理好啊哦，伊只是无电尔，换电池就好啊啦。哪安尼？对啊，我转去嘛要整理我的佚佗物啊，送来佚佗物银行，安尼就会变做大家的新佚佗物啊。好啊，多谢你，后摆会记得过来佚佗哦。
我回来啊！哎呀，首先先甲佚佗物仔分类，一区是佚佗车，甲车放入去，才有一支菜头佚佗物，这是办公伙仔。这道图拢压出来啊！精力好势咯！我阁要甲无要耍的车摕去互苹果老师。乐乐敢知影，想要回收佚佗物仔，嘛会当等入去佚佗物仔回收箱，嘛会送去佚佗物银行物流中心哦。嗨，乐乐，我是苹果老师，多谢你甲你无要耍的佚佗物仔放入去回收箱。我已经成功收到你寄来的佚佗物仔咯，而且我发现你的佚佗物仔拢保存甲真好、真完整。这佚佗物仔来到佚佗物银行了后，阮拢会经过分类甲清洁。会带因做伙上山落海，互真侪无法度耍佚佗物仔的人，嘛会使做伙耍佚佗物仔哦。阮新北市佚佗物银行希望0到100岁的人，拢会当做伙耍佚佗物仔。阮会靠打拼回收二手佚佗物仔。安尼小朋友除了新北省自区以外，阮伫全台湾甚至外岛，拢有佚佗物仔卡照哦。所以以后若是伫路里看到阮的佚佗车，会记你甲阮会一下手拍招呼哦。佚佗物仔经过长长的旅行，互其他小朋友会使耍，真正介好。小朋友，你敢嘛有无要耍的佚佗物仔？无要耍的佚佗物仔会当送来佚佗物银行，互需要的小朋友哦。后盖，你敢嘛想要去省自区佚佗？会记得写批寄来乐乐回收甲我讲，你上介意的佚佗物仔是啥哦？对啊，乐乐。苹果老师讲，为了感谢小志刚乐乐，斗相共整理二手佚佗物仔，伊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互你哦。就赞的呢，是强流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这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妈妈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